不会不正经哈，要确定。那还有 Ted，Ted， 嗨 Hello Ted，Nice to meet you。那还有 Ted，哇！他说可不可以每一个月都飞过来？一个月来。我觉得你们4个人，如果以形状来说，都是圆形。哎，这个没有要污蔑任何人。好，你干嘛看我？所以我就想要用这个菜去回馈给他们，也希望可以感动和触动他们。他觉得说，一位厨师从国外过来这边，很用心的去做这道菜，让他感觉到他有他的家乡味，他真的很感动。好吃。很多人都羡慕你们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第一个先得到力量的地方，所以我也想借由这个食物。说明天5点19分，没什么太阳。没什么太阳。我刚刚说。海仔愛現喺度，會嘟到娘班嘅姻親，娘班嘅故事，嚟到呢坑變咗一片菜。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家人看到也影片咯，也一個就係客家電視台就會來播出咧一個全新嘅節目，按到藝老里行變做一片菜。也個節目也會帶俾大家動到其他動到想象，也就係今日嘅節目當中，會同大家來分享小嘢。古時候睇下今日看嘅做個sản夫，是不是很有外出感覺？是不是很帥氣？今日誒你來賓要強樣哦，細細個就來分享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嘅來賓，就係藝老里行變做一片菜嘅製作人侯英祖，歡迎。大家好，我係侯英祖，請歡喜來到夜樓，大家分享呢個節目。好，歡迎英祖，英祖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係也就藝老里行變做一片菜嘅主持人哦，廖永權 Ted 歡迎。大家好，我係 Ted 廖永權，我係做劇務產業人。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新節目。其實啦，呢個節目吼，就係俾人都現場嘅一3妹哦，嘔心瀝血。對，冇錯，我哋當榮幸做得來參加呢個節目，啊唔過係做幕後嘅人。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就邀請到製作人和個主持人來同大家來分享呢個節目。呢個節目吼3月初4嘅暗晡頭8點就播出嚟，故所都也係已經播出2集嘅。對，故所就做在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講含較多，可以爆雷爆更多，對不對？做得。故所先請製作人英祖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呢個節目加上大家看到咁精彩嘅預告片，咩感覺到有動到歡喜嘅事情，啊唔過咩有動到感動人嘅事情，韓國以上喜嘅動到素材，所以呢個節目係啲嘅種物嘅喏。我知道呢個節目真神奇嘅味素，係講台鐵嘅旅遊節目，老大家去搞料啊，去試東西啊。不過呢個節目係真有人情味，去大家去可能是離島外國啊，然後去找一些移居的客家朋友、客家青年，去談佢哋嘅人生故事。還係去請客家人，韓國係去看無共用嘅素材，可能大家一般去旅遊去搞料嘅時間唔會去嘅素材。係錯，然後呢個主持人咩係留佢哋嘅生命故事、旅遊的經驗變做一片菜去挽配佢哋啊。故所就從呢個節目嘅名嘅藝老里行變做一片菜。故所你開始有冇想到過愛做呢個節目？呢個節目其實當難呢。真勁同。里行愛做一片料理，就唔單唱愛意思，誒你主持人，同時咩係伊個主廚。其實製作人咩需要懂到想法，韓國懂到資源，這樣做得做呢個節目。一開始有冇有呢個想法？其實。變做暗用嘅節目模式，所以講呢個團隊輕鬆又大上你都有很有分量啊！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最重要，包括呢個企劃、呢個主持人。不過一開始我想會做嘅節目其實是靠強鬆嘅，冇想按度，想說做得有一隻廚師去到東南亞，去到泰國，試東西哦，原來泰國嘅客家美食係暗用，想到暗用
就蛮有趣的了。不过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对，因为我觉得他很善于观察，尤其是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他可能某一口是讲青岛给发，某秋爱暗用，很爱跟人家聊天。但是我都发现 Ted 其实非常善于观察，然后去听他们的生命故事，而且他是有办法让人吃到他的料理，讲出给平时总得讲给味。对，冇唔錯，故數家下有談到吼，其實一個節目有講到人情味，有講到人嘅故事，韓國主持人還會讓人嘅故事變做菜，所以主持人有知道頭擺係做廚師，啊下擺來做主持人前特別難揣摩，特別難，特別難。你知道下擺老離行嘅歌場變做一品料理，韓國呈現本。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咪呈現本呀故事底度嘅主角，呀底度有乜嘅困難嘅事情？新困難呢？我覺得就是很多未知。我們在未知裡面其實是必須團隊裡面共同去創造，然後甚至我們在期待，我們抱着一種好奇心去期待很多事情的發生。對，我覺得這跟我自己的想象做節目，不管是說做菜這件事情都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唔係老到做節目就是腳本寫好啊，應用嘅下，愛用嘅做。係啊。但是還有熊公會開快閃餐廳，然後慢慢邊做壓下給粉絲。對，我就很像在雕一個藝術品，對，每一個人都補一點，然後慢慢的變成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忘的回憶。對，是。冇唔錯，韓國愛老故事變做菜，故事睇得唔單槍佢動位做菜以外，佢還動位老人嘅故事變到菜地度冇人看到，食到會動有感覺。韓國佢還有千件事嘅事情哦，因為係出去旅遊嘛。故事唔知道菜體清重要嘅特色，愛老佢融入到人嘅菜度上，對不對？這你很堅持誒。我想到。調擺，你去規劃個時間，例如阮佢講道具啊，我留佢糖醋醬油啊、鹽啊，乜嘅東西，佢講唔是，我去到規劃買，用乜嘅愛用乜嘅東西。我說哇，這麼厲害！對，所以很得心應手，在運用其他外國的也得特殊色彩也得。應該不是，應該是說，我們先就是一開始先有一個想象，就是說，既然要把旅行變做一道菜。那我們自己每個人都曾經去過旅行，旅行都充滿未知，怎麼可能旅行是已知的呢？獨自旅行、跟另外一半旅行、跟家人旅行、跟朋友旅行，都會是完全不一樣的。哦，那我就覺得，那或許我們在旅行中可以發掘到更多的未知，這個東西可以帶給觀眾，也帶給我們自己更多的故事。所以那時候很堅持，就是說，或許我們在台灣不要帶任何東西去，任何準備好的東西在那邊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把客家看得更遠，甚至客家的世界，那觀眾怎麼看到世界的客家這件事？世界嘅客家當中，有因為認真研究去拜訪世界各地、台灣各個各頭嘅客家，可能本來唔知啊，那所在有客家，啊唔過研究真件去到嘅片，你故事就真件去到嘅片再個發展，你主持人就做得自家去到嘅片，聽到故事，看到無窮嘅風景，再個自家做一品料理，真件都冇簡單。啊唔過其實呀，旅行嘅內容哦，大家就可能想講，旅行不就是那樣嘛？就按用去旅行去搞聽聽啊。啊唔過其實有節目還想可以同大家來分享無窮樣嘅旅行嘅方式咯，從無印象。因為你其實有設定去拜訪。移居到世界跟各地的客家人，因為你就想講19世紀的時候，其實先民他們是下南洋去打拼的，所以可以到馬來西亞、泰國啊、柬埔寨等等的一些地方。可是現在21世紀，其實年輕人，你當像嘿客家嘅青年，大家還是選擇在移動，去尋找更好的生活，可能是自願，就是我想要去念書，我想要去有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也可能是非自願，發生一些事情，或是說我們要結婚，我不得不跟着我的另一半到我不熟悉的地方，對，去移動，對不對？所以我們當時想說，我們去拜訪這些移居者，因為
离开一个你熟悉的地方，你要面对的是我们这些去旅行的人更多的未知的挑战，而且是跟他的人生很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当时是想说去拜访世界各地的移居者，跟着他们的移动路线去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冇唔错。你想要件事情本来就同本人相往，尤其也哈疫情渐渐的较好诶，大家可能未会想到讲会规划一个里程。啊，唔过伫出发以前，我想大家做得先来看一下我到里行边做一瓶菜，来感受一下里行嘅感动。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分享故事哦。第一次见面在靶场，玩世不恭，很拽，很屁。他说他有一点痛。撒下来，我会去到700公里外的清迈。樟树在所有的树种里面，它代表亲情。那我希望这个情感的连接，让小朋友和陈翔有更多的回忆。然后这个猪肉的料理来传达陈翔对于自己家乡的思念，还有对于美斯乐的回忆。就这一盘，你可以把快上50、60、70年的历史，它的味道、它的感觉，全部都放在这里面。每3人为着圣孙，编写出一个嘅生命故事。我伫金山国嘅美港坊呢，面对了跳来美戏，来老李行变做一品菜。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家下看到嘅影片就係客家電視台呀全新嘅呀節目哦，很多藝老里行變做一品菜。對3月初十起始哦，禮拜5嘅暗晡頭8點就開始來播出，到也係已經播出嚟第20嘅，家下看到就係呀第20嘅內容啊。咩係我嘅企劃嘅內容，我咩會放誒，就是其實我咩當緊張，因為有個節目其實真人當無簡單，我咩當感謝製作人本愛機會，故所以下就邀請製作人大吼，同大家來分享也是台北、清邁還有美斯樂也是內容太快啲嘅講嘛嘅。哦，你阿群妹也在 keep 吧，其實請到一張非常好的題材，因為我們拜訪的客家青年，其實這個時節去帶到東勢，不過因為爸爸媽媽的關係，他其實長大的過程，他就搬到泰國的清邁生活。對，然後當然剛剛我們在預告裡面就看到他是一個個性很多元的，對，其實看節目是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对，但是我觉得最刺激的是，Annie 去泰国拍亚西嘅时节，Annie 拄到青苔嘅危机。因为 Annie 的节目，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说，我们到了美斯乐这个地方，去看到孤军的故事。然后孤军，我觉得很特别，是说华人的孩子在深山里面，他们为了保留华语文化，他们在泰国这个地方是努力的去学习中文，对，然后包括 Ted 也有讲到，佢看到也條西歐誒，佢就想到自家嘅母語客家話，很久，好像就是說我們沒有像他們一樣很艱困的環境去努力着，對，然後他們在那樣的環境裡面，他們還是堅持自己的中文教育，甚至吸引了旁邊泰緬地區少數民族的小孩來求學，只為了跟華人小孩一樣有更加好嘅教育環境，對，但唔過係呢個 keep 一開始唔係去美斯樂亞扎手菜。對，本來不是在這裡的，我可以跟大家來說明一下。其實我覺得非常的，一開始我沒吃到。用我按呢，因為我本單討論呢，可能1-2章夜，快按長嘅時間討論嘅係泰國嘅鴉片少，啊唔過實際去撲嘅係泰國嘅鴉片少，就係因為你撲之前發現有問題做唔得去，啊唔過人就已經到泰國咧。
，就要硬着头皮去把它拍完。故说我就夹去前面，我原本上好跟那个一个故事，每个 Q 用的主角就是陈翔这个人，他的这个孤军背景的故事，也每个我去甲动有兴趣啊，好地上山以后，翕出来的内容又深到印象我翕的东西。我有一个问题我问阿坤。什么啦？还有这样的？该动下，你会上个叫吗？我这样时吼，其实我也较上阵去个摆下去我嘅经验，我知道我人生当中无想爱再过经过一摆，因为这样时我迄个当冲是水母嘅人，啊，不过嘅经验我做得讲无水母。我当然就个上讲用个三个人的国外，我个写1-2章嘅剧本，要重新写过，嗰种紧张、嗰种焦虑嘅感觉，嗰公司嘅钱就不用到鸦片呢。无按头，不是，就是钱就发落去。嘿，你等一下会把马个事情。不是这种人就要扛这个责任。我很信任阿平妹，我相信他的能力。我说配的没有讲，让他嘅离场去。Maggie 亲喜欢的，真的吗？最刺激的一段行程，记忆最深刻。因为我们是在那个环境完全未知的里面，是打开我们的五感，然后去寻找故事。我们在故事周对老你跟 Kiba 有关系，就赶快去拍。对，泰德觉得有很慌张吗？当下觉得哇，做了什么功课啊，看了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但是后来我们实际的真的做了决定之后，然后企划开始重新的去把全部的每一个要访问对象重新的整理过后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大家好像找到了一种秩序，觉得说，这就是旅行的意义，真实的意义就是会有意外发生。然后大家从这意外里面去找到感兴趣的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再串起来。所以我觉得反而一开始是很紧张的，可是到了旅行的过程中，我觉得大家在那个很奔波200多公里的路程中，开始有了更多的那种默契啊什么。因为 Annie 都 miss 了4才会4、7、8点， 14个，这么久哦！天哪！不过俺上太极感都没水母哦。对，泰嘎全部就懂了啊！不过就因为我们带着这种焦虑，故时候很卡关心，会抛给东西。身边发生的事情，其实景色我觉得也很吸引人，在那个蜿蜒的山路。对，俺知道呀，懂得跟内容泰嘎都做得上客家电视台的 YouTube 频道去看，因为当个全部就会用播出过后的样片。啊，很卡其他的节目的人就做得要准时收看，到礼拜5按晡头的8点就做准时收看。啊，唔但像有國外嘅版本，咩有國外離島嘅版本，就會去到呀台灣嘅外島吼，來像睇的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離島嘅版本，親本你印象當中咩係哪一張素材？金門，迄個蘭嶼、馬祖、金門，還有那邊我漏掉哪裡？澎湖，對呀，4張素材，你知道金門親有印象？有蠻講。因為一開始覺得譬如企劃給的資料啊，或者自己在上網找資料，都會覺得，金門會不會跟馬祖很像？就戰地。對，會不會都是軍事的樣貌啊，或者是飲食，會不會也是沒什麼有趣這樣？比較擔心飲食這一塊。你先前沒忙着去過金門嗎？從來沒有，所以也是第一次到了金門之後，就踏上金門之後，看到了建築，看到了尤其食物，我覺得真的完全改觀。好吃，對，好吃，就是各式好吃的。金門到廈門，他們的飲食習慣是比較接近的，所以其實跟馬祖冇馬個共用。然後也覺得，第一個我覺得還有印象很深刻的是，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有文化的地方，然後跟原本想的那種戰士的之島完全不一樣。然後加上受訪者其實他在節目中一直有提到他跟父親的關係，我覺得我自己有一些投射，也覺得好像
也自己也会去思考跟自己家人的关系。这样。知道蔡的的主持嘅歌唱机有动到会联想到七家，不管是反省也是讲鼓舞自己，就会全部把它贡献在人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想要来问蔡的，蔡的其实头摆无正经七家主持电视节目嘅经验，也是头一摆。七家主持就会要按太型又按难，又爱主菜又爱主持的节目。七家知道公司做一个节目的感想是嘛该？一开始当然就是有幻想嘛，就觉得说，哇，可以去国外拍好啊，免费的旅游嘛。一开始就会有一种这种单纯的幻想。对。但实际进入到这个过程中，当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在一开始的前在马来西亚的状况，我觉得自己就会有很多挫败感，而且是很多自我怀疑，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为什么就明明是厨师，为什么我要来主持节目？对，然后也掌握不到那种所谓的节奏，对，我觉得那是一开始真的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当你从外面看主持人，跟你自己变成一个主持人的时候，哇，就会觉得天啊，这个我是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吗？对，开始怀疑自己。对。你有七家的风格。不过哈后就变成自己的风格了嘛，所以印竹是觉得就是 Ted 有掌握到自己的节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可是马来西亚的时间，给我来T100吹 T 的时间，没错，听是很重要的。听，对他那时候有跟我讲到这一个回馈，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他一开始他可能会说，来做要评吹老给讲马该故事，不过在那个旅程里面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对他来讲是更多感受跟养分的。对 ，Ted 其实懂擅长观察人。要对你做料理，其实没有动态嘅帮助；做节目嘅料理没有动态嘅帮助，对不对？对啊，我觉得刚刚那个印竹有讲到那个，就是这个节目也帮助我，就是学会了去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当自己的角色互换的时候，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料理去说一个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挖过、没有说过的故事，不管是可以感动他，或者是可以感动谁，或者是感动我自己，那我觉得那都是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旅行从来就不会只是旅行，那我觉得这是这个过程中最美好的事。唔错，Ted 到节目地度嘅料理啊，唔单像好食。好吃都买个长途，工作人员就冇好吃，你没得吃啊，吃不到。哇，这个料理是量身定做，对，那些人他吃的会一吃就有感觉，但是我们吃，我们也觉得很好吃啊，好吃，你吃都很好吃。对，好吃又有故事，还有菜体嘅色彩，就是亚洲节目轻中心的一个思想，爱到你旁边做一瓶菜，还有同样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客家電視台清晨嘅節目，會同大家來分享。已經播出2集嘅，唔過冇相關大家做哋去 YouTube 就做哋看得到呀節目。我當藝老李行邊做一瓶菜，喺講上會準時同人傾下看嘅話，歡迎大家到禮拜5晏晡頭8點，咪做哋打開客家電視同人傾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有請到製作人，還有主持人傾下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節目哦。如講到一個節目，其實做起來當辛苦嘅素材啊，強強啦嘅特徵都有戲啦，啲八種旅行嘅咩係戲嘅八種，故所同大家對一個節目有強強有同到嘅熱情，同到嘅感情，同到嘅期待，故所有請大家同人傾下看。啊，當然啦，有請到佢哋來上節目，就是愛同大家來分享幾條平常事。大家唔知嘅事情，尤其係做一個節目嘅過程當中，有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也係再來問看啦嗬。第一題，
我都有吃到对方是一个李航东后给盘某，是不是一个好旅伴？我们先请印竹帮 Ted 打一个是不是好旅伴的分数，满分10分。10分，你确定你是？正经，你的配合度非常高。对，因为你这民宿啊，这饭店，其实你太体黑住在一起，跟他待的嘛。对啊，只有一间厕所的话，他一定会让我先上。因为团队要晒神啊，会可需要买个东西，他都不需要人家叫。然后早上红虫给时间，我是叫大家起床的人，我大摆都懂准时红虫，故说我就附近很太搞红虫，我大摆后一敲门，他就就是有声音就起床了，完全不用叫，非常准时。最后1秒说你先来，对，他是好伴侣，对，好旅伴。那 Ted 呢？帮印竹打一个是不是好旅伴的分数？1到10分，11分。暗哥，对，用来讲，我觉得就是能一起旅行，陌生人都已经不简单，更何况我们要一起旅行、一起工作，然后从不认识到认识。那我觉得这中间其实彼此都会观察很多，然后你看我们要24小时在一起，然后我们吃什么都要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在这8趟旅行中，真的所有每一个真的现在都要10分，真的，你就是识穷下带穷下，就差无衰穷见福的，穷见房的，有衰穷见福，啊，唔讲无衰穷见福。有去几间房间换衣服，温衫。哦，对，就是眼睁眼嘅嘢都成法都穷下，韩国一陣離場可能要係過去10個月。那有看過一位安永講的，其實你跟一個人相處24小時很多天，就好像你們一起度過了好多年。其實8陣離場。我覺得交到很多好朋友，冇錯。故說要8陣離場哦，還有一個問題哈，要8陣離場，吃到哪一陣離場請辛苦。印竹先說，對我來講，我吃到係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因為當時七家沒有寫腳本，係我七家嘅腳本。韓國係T100，係T100帶大家去到國外拍攝。哇，那時候的壓力包括我要面對 Ted，我必須讓他冇按競爭，相信我，但我必須要比大家更相信自己。然後其實係我去發嘅第一集節目，當資助人，做資助人，韓國又會按拍型，所以我覺得那時候面臨到的壓力蠻大，不可以在那個當下展現出來，所以我覺得那一趟旅程是我壓力最大，印象也最深刻的。不過結局我也很喜歡。對，那 Ted 呢？吃到辛苦最辛苦應該就是第1趟旅程。大家都是第1趟旅程。對，第1趟旅程因為有很多的未知，然後第一次當主持人啊，然後第一次跟團隊合作，然後我覺得大家都在摸索，包括我自己也在摸索，到底怎麼當一個主持人。到底要怎麼把旅行變成菜啊？對不對？沒有人告訴我，沒有腳本，沒有食譜。對，然後到底要做什麼菜啊？對，所以會有很多無形的壓力，然後也包括自己給自己的壓力，然後要怎麼樣做得好這件事。所以第1趟旅程，我覺得是真的是壓力破表的，然後要想辦法做得不Annie給受訪者也相信我們，做得很輕鬆嘅，然後讓他說出他的故事，對，而且佢的故事有懂到喜怒哀樂，因為馬來西亞嘅集數就到禮拜5就會播出嚟，啊，我下個係下禮拜5，然後大家做得準時收看，其實有懂到佢的自家平常時唔敢對人講嘅故事，或者是唔想對人講嘅故事，睇到韓國人嘅印主就會想辦法，揾佢哋講出來，沒錯，而且是分享的心情，講到他們哭了，我們自己。哭得更慘，對，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你在一個人的生命裡面看到投射吧，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感覺。你看一個旅遊節目，然後看到一個人，一個人生，然後有他的見解，
对，所以其实 TED 唔但像对这类东西非常的了解，对人呢非常的了解。故常呢，他就会出一类考题，再来考一下 TED。如果要把印度比拟成一种食物，一种身材，你会选哪一种身材？食材。对，快问快答。快问快答哦。激酱。为什么？那客家激酱里面，你知道有酸有甜，然后有辣，然后有米酒。酸的地方在哪里？酸，那一片酸，那一片酸酸的。我觉得就是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觉得他是小朋友，因为他有一个童颜嘛，就是这样像小孩而已，然后会觉得说，抢给米西，抢给哦自己讲，抢给米西。不是酸吗？还没18岁酸，哦酸青涩的感酸觉。甜。然后后来一集一集的越来越认识的时候，就觉得哎有一点米酒的味道，越陈越香。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原来他已经是人妻了。好，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就像激酱一样，我们光看外表的时候，觉得哎它是黄澄澄的嘛，哎吃起来的时候，哎竟然有一点辣椒味道，竟然有点米酒味道，哎竟然沾鸡肉那么好吃，对不对？对不对？搭配谁都有点都合。对，你看 TED 就是有这么精致，这都没有 say 好的。阿奎妹呢？为什么？你想一下，我帮你接个话，这都没有 say 好的，这是给他熊，古时候给他会同佢接俾他发，本佢上一下矮穷嘛该。好啦，想好了吗？我觉得那个疫情很像那个梅干菜哦，对，很会搞越香对，时间你认识他越久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真的会的事情，哇，越来越多。才女。对，然后就像那个梅干菜，你去煮的时候，越炖越香，然后会把别的食材你知道加成，所以这趟旅程绝对没有。不能没有他，天哪，我要哭了，不能没有任何人。极致小天后。对。没有，因为其实演出的两西配企划，因为其他我都是当小执行，我就是端茶给配的。青葱腰的执行，青葱腰，因为你给团吹毛。不会，其他人不会煮饭，只有那个阿奎妹会煮饭。我可以负责备料，对，我可以负责备料，所以其实太搞做一堂嘅做了，真嘅李长经过动到事情，每老动到，去搞嘅专业并都要到节目当中，故说也係希拍俾所有团队人員嘅專業，包含你嘅攝影嘅畫面啊，韓國嘅故事的建構啊，搞所有現場嘅量嘅，所有嘅團隊都很重要，將有按用嘅節目，唔過其實沒讀到動態事情影響，就係因為2年嘅疫情，其實本來係去國外嘅，唔過因為疫情，就受到嘅影響。當時印主你知道，讀到一件事情，因為當初老太的係講1年。把所有嘅集數拍完，我去印尼啊，去柬埔寨啊，西嘅國家，係錯。不過後面就到 COVID-19， 對，然後我們那時候也在等，因為包括疫情也是個未知，對，大家都唔知這些乜嘅東西，對，然後等了1年多，快2年，我們發現都唔得等下去嘞，因為節目其實還是要做，因為有一些。其實那些前面的朋友們也會很期待他們的故事被看到，對，然後我們就決定說移動還是要繼續，不過我們打算在離島，就是剛剛阿奎妹有講嘅，豐田島啊、馬祖啊、澎湖這些地方，對，所以我們就想說，大家都不知道離島有一些客家人，那我們就跟着他，然後進到了這些離島的地方，去看到說。其實客家人很難看到的一些文化傳統，比如說澎湖漁業，客家人跟魚的關係其實沒那麼靠近，對，然後馬祖鬧元宵也是在台灣看不到的，對，我覺得很多其實在這個節目裡面都可以去享受到旅行的感覺，還有人的滋味。冇錯，原來啲離島咩要按到客家人嘅故事，也就係按疫情嘅意外發展。唔過其實唔單唱節目，對睇得起㗎，疫情咩要動到嘅影響，咩要好嘅，咩要壞嘅。對，就是好壞都有。可是我覺得疫情把這個節目帶到一個很好的方向。那我其實這樣回過頭在看那個疫情的時候，我會覺得很感謝疫情教會了我們很多事情。是在疫情當中，因為節目停拍，
然后我自己拥有了一个空间，一个传堂，有一个餐厅，然后重新自己思考自己跟客家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到底想要传达什么的客家，然后我到底想要带给别人认识什么样的客家。我觉得这2年反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可以沉淀，然后也看到团队大家有各自不一样的身份，2年间大家都换了另外一个角色。生命的厚度比当下更重要，对吧？对，所以因要去为有享受这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的累积自己，而且儿童太阳来讲，他董聪有太一个传堂，有收到这个米其林的推荐。真的呢，都冇简单呢，而且米其林厨师对，而且低度的菜全部就会客家嘅，同客家有相关的料理。对，而且奇妙的是，这里面的菜都是吕心凌变出来的，所以延伸啊，延伸出来，所以其实没有这个节目，不会有米其林这个殊荣。那没有这个餐厅，也这个节目没有办法支撑我去表达更好的故事。我觉得它都有关系。所以时间真的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好的位置，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成熟了，可以让大家可以看。我们从故事后同大家来分享按到感通员的故事，就会希望大家接下来感受一下客家电视台全新推出的《爱老理行变做一品菜》，到礼拜5暗晡头8點，請大家聽咗我來準時收看。今日感謝英主，感謝泰德來到節目當中分享，謝謝。謝謝。每上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